市場成交你要知，大家好，今日同大家講嘅市場成交係中環兩餸飯逆市擴張，承租前身老字號粥麵店鋪位，即刻同你睇下呢單成交嘅重點。今次呢種成交係中環兩餸飯店北冰洋，最近租咗德輔道中142號地鋪，面積大約646平方尺，月租大約12萬，尺租大約186蚊。呢個鋪位原本係77年老字號羅富記粥麵，今年1月底結業，而家新租客已經裝修緊。呢間兩餸飯去年3月已經喺隔離141號開分店，到底係咪真係咁好賺呢？一年開2間分店有咩啟示？我就請嚟商鋪部高級區域營業董事 Terry 同我哋分析一下。咁而家咧兩餸飯就逐漸咧就去到中環區，就主力咧佢哋打呢個午市啦。咁一般咧中環嘅午市嘅飯市都係價錢都係比較高嘅，咁所以咧兩餸飯就可以平衡到一啲低價嘅午餐啦。好多揾唔到位食飯嘅好多時都，咁佢哋就會用外賣形式咧就拎上寫字樓食。咁所以咧都會引到一班即係呢啲兩餸飯嘅租客咧就會進駐咗喺中環地區嘅。中環一向多名店進駐，亦都有民生區。目前尺租水平係點呢？一般嚟講咧，德輔道中咧，其實頭段嘅尺租咧就係比較啲名牌落注多嘅，都差唔多去到300蚊尺至到400-500蚊尺都有。咁因為都係主力係零售為主啦，咁而去到100號嗰啲咧就比較可以民生啲嘅，咁飲食為多嘅。咁所以咧，其實如果中環區可以租到啲租金尺價平啲咧，都要去到130號打後嘅德輔道中就會係相宜啲咯。Terry 話中環鋪位空置率有下跌嘅情況，預計下半年中環租金走勢亦可能有所調整。咁中環最新嘅錄得嘅空置率咧就係6.66%啦，按月咧就減少咗0.30嘅百分點嘅，按年咧就跌幅達到1.7嘅百分點啦。預計呢個中環未來嗰個租金走勢咧，似乎都係比較樂觀啲嘅。如果而家有啲大品牌啊，或者係比較優質啲嘅飲食餐飲咧，都會喺呢啲時間咧係主力去物色，因為佢哋都需要有一個裝修期嘅。咁同埋聖誕前都會有一啲事業咧，希望主打啲廣告去吸客啦。咁所以咧喺6月、7月呢2個月份咧，我哋都會睇好喺中環嗰個租務市場。希望佢哋嗰個租金同埋空置率都會有下降啦。因為始終而家業主都會好肯減租嘅，因應而家嗰個市況咧，都會肯酌量去張移一下咯。如果想租鋪或者想了解更多，可以喺下面留言，我哋會盡快覆你。記住訂閱我哋 channel 啦，我哋下次見，拜拜。